立法委员陈廷辉安南区的服务处7号下午来了20-30位的新住民，包括民进党中央新住民事务部主任罗美薇立委、民进党市党部座位的执评委，加执行长古木哈少，嘛拢到场，甲所有的新住民来开讲，分别用东南亚各国的语言欢迎新住民驻村站的甲牌启用。揭牌，我们陈廷辉委员的新住民咨询站正式成立。Selamat datang， Indieต้อนรับ。那可能在生活适应上有一些问题，或在对台湾的法律不是很了解。好，那随时都可以到服务处来请教廷飞的团队，或者是跟中央党部这边新住民部来做这个联系哦。那我们的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视新住民朋友，他在去年当上主席之后，马上成立了这个新住民部。那当然很荣幸，他就邀请了我当了第1届的这个新住民部的这个主任。那晶晶也是我们新住民部的这个咨询委员，所以常常会把台南一些新住民的声音呢带到中央去，作为我们立法修法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根据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用不一样的方式？我觉得揭牌只是一个过程，只是一个点，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把我们的服务处感受到都是大概凹掏处。那我们其实过去一直都扮演这个角色，从法律的部分，从我们在家庭的一些问题，其实我们刚来到台湾或是刚来到台南，说真的，有时候有一些我们的生活方式会比较不一样。那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有时候嫁到这里，跟公婆之间的相处等等，那我们就是很好的这个垃圾桶。让大家可以这个跟我们细说一下你的委屈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新住民朋友都很棒。原本预定顶礼拜就要成立的立委陈廷辉新住民驻村站，因为当地风台的关系，一直延到7号下午。立委服务处嘛特别准备了地点甲嘉宾，和各位来自东南亚无同国家的新住民来分享，希望新住民会用将服务处当作是家己的后头厝，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，拢会用到驻村站寻求帮忙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